搽防曬霜有可能影響荷爾蒙同 BB 發育，你又知唔知呢？有一種防曬成分咧，佢唔止停留喺皮膚表面嘅，仲會滲入皮膚入血嘅，然後可能干擾你身體嘅荷爾蒙啊！嗱，研究顯示咧，呢種成分可能會影響神經系統，干擾荷爾蒙平衡。仲有研究指出啊，孕婦長期使用咧，有可能影響 BB 嘅發育㗎。連香港消委會都講過啊，呢種物質係有可能構成健康風險嘅。呢種成分有可能你現時用緊嘅防曬入邊都會有嘅。佢叫做 oxybenzone 二苯甲酮，係化學防曬嘅成分嚟嘅。呢種成分點解咁多人中意用嘅呢？嗱，因為佢好薄，好易推，唔立啊，質感好好啊，好舒服，用嚟做防曬基底咧就好好用啦。但你日日搽，日日都滲入你血液裏邊，你以為喺度保護緊你，其實有可能慢慢影響你身體嘅。咁有冇啲比較相對安全嘅防曬選擇呢？有，選擇物理性防曬，例如星安曬、氧化鋅、Titanic dioxide、二氧化鈦。呢成分嘅原理咧係反射紫外光，唔係吸收紫外光嘅。防曬係用嚟保護你嘅，唔係用嚟破壞你喎。嗱，想知點樣揀防曬霜？留言防曬，送你一份防曬攻略。